Hello，我係營養師阿 Lin，咁我咧已經做咗營養師差唔多20年㗎啦。對唔住啊，錯得就唔記得咗講咩添。為咗喺睇世界盃嘅期間保持身心健康咧，呢度有幾款實用嘅食譜咧，同大家分享，幫你去肝火、舒緩喉乾同埋提升免疫力，等大家咧有更多嘅選擇。首先咧，去肝火嘅話咧，可以自己整菊花杞子茶啦，用啲乾嘅菊花同埋杞子，用熱水沖泡大概5分鐘左右，既清熱又解毒啦，又可以幫你咧舒緩眼睛嘅疲勞，好啱長時間望住個屏幕嘅你去飲用㗎。另外啦，可以提升免疫力嘅話咧，就可以整一啲檸檬水加蜂蜜啦，檸檬切片加入蜂蜜，用暖水沖。咁佢維他命 C 豐富啦，又有抗菌抗病毒嘅作用，幫你喺攰啦或者睡眠不足嘅情況底下咧，都可以增強免疫力。建議啦，喺睇波嘅時候咧，每15至20分鐘咧，最好飲一支水啦，或者上述嘅飲品，咁就可以保持水分啦，同埋身體嘅平衡。咁你就可以專心咁樣睇波啦，享受每1分鐘嘅球賽啦。